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初4，旧历的6月15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高雄一个做工程的头家人，因为甲人有2000多万债务的纠纷，顶个月月初，离高铁左营站附近的私人停车场，互歹徒强行押到南投，凌迟逼销。警方马上成立着专案小组来追捕。 真紧，伫个50点钟内就来破案，抓到4个嫌犯，甲被害人顺利救出来。警方来到一间茶厝外口，准备要抓人。快跑！警方邀请弄破门，攻入厝内。 过嫌犯未付款令，当场被抓起来。警方嘛伫厝内救出被关起来的被害人。做工程事业60多岁姓洪的被害人，因为甲承包厂商有2000几万的债务纠纷，7月7日迄一天，伫高铁左营站附近的停车场，互人抓去押到南投一间茶厝啊苦毒爱还钱。他们避免走国道完全是由台山线北上。那我们的跟监小组一直跟到了山区发现了歹徒的行踪。警方得到报案了后，成立专案小组，伫50点钟内就破案，抓到4名嫌犯，专案依照妨害自由、伤害、妨害秘密罪等等的罪嫌移送。